提款有兩種方法，客戶可以選擇簽署提款表格，或者直接透過平台提交提款信息。而家我哋嚟示範用平台嘅提款功能。首先，登入平台之後，喺檔案選擇更改資料，然後喺瀏覽頁再次輸入交易帳號同密碼。喺更改資料嘅版面，新增或者修改客戶嘅銀行資料。客戶最多可以提供3個個人銀行資料。輸入銀行資料之後，按提交，銀行資料就會自動記錄，唔需要再每次輸入。然後喺交易平台，喺檢視選擇提款功能。如果客戶提交咗2個個人銀行資料，可以按銀行賬戶嘅箭嘴選擇收款銀行戶口。選擇收款銀行賬戶之後，請輸入提款嘅金額。輸入嘅金額必須係整數。喺備註一欄註明想以美金或者港幣提款。如果提款嘅金額包含小數位，請再輸入完整嘅提款金額，然後按新增提交提款信息。提交信息後，系統會自動扣除提款嘅金額。閣下可以喺報表查看詳細嘅資料。報表入面嘅賬戶結餘情況，提款處理中一項會顯示被扣除嘅金額。當我哋收到閣下嘅平台提款信息，會盡快辦理，將款項存入客戶指定嘅銀行戶口。聯名賬戶嘅客戶同第三者提款要求並唔適用於平台提款嘅功能，客戶必須簽署提款表格作提款申請。首先喺我哋公司網站主頁嘅開戶須知，選擇所有表格，下載同列印提款表格。喺表格第一部分填寫客戶嘅資料，主要包括提款金額、客戶名稱、交易賬戶同埋聯絡資料。表格嘅第二部分係填寫客戶嘅收款銀行資料。如果收款銀行係本地銀行戶口，唔需要填寫銀行地址同國際匯款代碼，只需要填寫銀行名稱、賬戶名稱同銀行賬號。客戶請喺主要賬戶持有人簽名。聯名賬戶嘅戶口，請第二位客戶喺聯名賬戶持有人簽署嘅位置簽名。如果客戶要求銷戶，請同時喺表格嘅第3部分勾選撤銷交易賬戶嘅方格，然後簽名。客戶可以通過傳真或者電郵提交提款表格。我哋核對簽名之後，會將款項存入客戶指定嘅銀行戶口。如果係申請第三者提款嘅客戶，提款表格同印鑑卡嘅原件必須交戶本公司先至可以辦理。我哋會以支票、銀行轉賬或者電匯方式存入客戶指定嘅銀行戶口。由於各銀行嘅運作唔同，匯款時間同埋銀行收費都會有所不同。匯款所需要嘅銀行收費將會喺客戶嘅匯款金額中扣除。